今日秦師傅過咗嚟啦，喺錦上路站隔離咧有個新樓盤，就柏龍第一期。呢個盤咧就信和集團聯營咧，就有幾個財團一齊發展嘅。咁總共715個單位。今日咧過嚟就驗收一間咧1房嘅單位。柏龍第一期咧，按原先嘅計劃咧就係上年10月應該要交樓嘅，但係褪咗成5個月咧，最近係3月尾咧先至開始咧正式交樓。呢個單位質素如何呢？咁而家即刻去片同大家睇下。今日秦師傅驗完之後總結覺得咧就單位麻麻地嘅，地板同玻璃咧都好多瑕疵。大問題咧就係洗衣機咧就出水嗰條軟喉咧就穿咗窿，所以咧就漏晒成地都係水。浴室嘅門咧個門框彎咗，閂唔冚啦。浴屏咧就膠檔咧就短咗，導致漏水嘅。